来关心中华远远有一个所在，当地有民众种50丛白加油，是请济落角菇来遮生团。敬拜到生团期间，就有人会来遮偷掠遮落角菇。警方即马嘛赶紧设一个巡逻手，不时要来巡。白蜡树顶悬晓几落只落角菇自在伫耍。中华芬园乡这位山区，10年前有民众种50丛白蜡树，结果愈来愈侪落角菇伫遮生团。即马却传出有人掠来饲，专卖破坏生态。算要大家欣赏的，你人偷掠等于无意思啊。不要啦，就是让大家来欣赏一下甲虫的生活生态不要用偷的啦。有民众伫现场装设监视器封测，然后发现有人偷掠倒出来可坑。中华警分局鞍山派出所伫遮装设巡逻箱，警民共同守护落角菇。生物科学家认为，落角菇是指标性的生物，代表当地有完整的生态系。建议用社区营造的方式打造生态课程，带游客行挖来看，用教育改变观念。因为独角仙它是一个指标，就是说它如果有的话，就是代表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。社区就是可以发展他们的特色，因为他们的这个课程就可以让游客来，不是只有看看然后抓一抓就走。比如说他们可能还要参与他们的活动，那他们就会更努力的去保护独角仙，这样才会有良性的互动。落角菇生命差不多1年，生团敢若2礼拜左右。当年5月过了后会大量生团，因为这个山区是完全开放的，当地民众是讲介意都唔通家己啊，呼吁各界都爱维晓甲大自然共存，唔通为着私利造成生态无平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